60秒教你點樣 hack 爆平台嘅演算法，令你可以做到咁樣。其實無論而家呢條片有幾好都好啦，平台都好殘忍咁樣咧，每100流量咁樣推出去，再睇分析結果嘅。咁所以呢條片要爆嘅話咧，就唔可以靠平台幫你推出去，而係靠觀眾咧自己幫你分享轉發。咁所以咧，你喺設計劇本嘅時候，一定要諗一啲角度咧，係會令到觀眾自己自願性咧去幫你轉發出去嘅。咁以下咧就分享3個元素咧，你擺落條片裏邊咧，觀眾係更加願意分享嘅。特別係最後嗰個啊，不過亦都係最難做嗰個啊。第一個咧就係你條片夠好笑，呼應翻上一集啦。其實我哋喺個娛樂平台上面經營緊啊嘛，所以你條片一定要有足夠嘅娛樂性嘅，夠好笑落，啲人咪會分享咯。第二咧就係你條片夠實用，觀眾覺得你條片幫到佢嘅，佢自然會分享翻俾佢相關有需要嘅朋友啦。第3個係最有用，但係亦都係最難嘅，就係你幫啲觀眾咧講出佢嘅心底話，一啲咧佢尷尬唔好意思講出嚟嘅嘢，你透過一條影片去幫佢講出嚟。咁嘅情況啊，佢點忍得住唔分享出去啊？仲要唔係個別分享啊，分享嘅 story 分享俾全世界，到時你條片想唔爆都難啊！下一集咧，我就會分享下3大拍片嘅迷思，俾仲未開始拍片嘅你啊，追蹤我睇埋其他集數啦〜